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9月21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新闻一开始，要甲大家报告一个真让人不甘的消息：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先行者苏明先生，伫早暗11点外过身，才103岁。苏明先生的本名号做施朝辉，伊一世人拢为着要拍倒咱台湾从殖民统治、从北下的体制做拍拼。捌计划暗杀蒋介石，毋过失败，煞互通缉。流亡到日本，头尾拢总40天。总统蔡英文嘛透过名册来怀念苏明先生。20暗11点外，苏明的 FB 大文宣布，苏明伫咧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过身，享年103岁。苏明本名施朝辉，1918年伫台北树林出世，8留学日本，走到田大学。历经了返到台湾，认为要解决台湾长期以来阶级压迫问题，只有台湾独立。1952年计划暗杀蒋介石失败，被通缉流亡日本，40年了才回来。这学生拢讲台湾跟中国无共款，即马这一般民众啊，去讲台湾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真大的变化。苏明一生为拍倒被殖民统治、被剥削的体制而努力。伊捌讲，革命唔但只是反对，而且要推翻体制。不过台湾对革命无啥了解，也认为太阳花学运是台湾历史重要一件。总统蔡英文伫 FB 讲，每年过年暗拢会甲苏明做阵食暗，明年的过年暗也是替苏明留一个遗啊，纪念伊为台湾奉献的一生。群众路线对咱台湾做主人去努力，但是干那和蔡总统做无合理啦，大家拢做。苏明这几年较罕的参加公开活动，不过若重要的政治活动，有人看到伊穿着招牌的牛仔裤、牛仔衫，画台湾独立。虽然马爱主张无像早年遮激进，不过无共时期的学运分子拢认为伊才是真正的独派领袖。记者综合报道。伫国际真出名的药厂 GlaxoSmithKline 生产的胃药啊，现为敌。伊的主要成分染塔，互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验出讲有致癌的物质 NDNA， 就是 N 亚硝基二甲胺。昨药厂主动宣布全球将暂停出货。咱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嘛随调查，只要有这种染塔的成分的胃药啊，就要即时收得回来。为着预防有问题，先甲收得回来的药啊，拢总有38种，包括伫市面正接看到的结胃复食、治溃丁，阁有大方生态为注射液，液液停无一定。150mg 就要伫23日进行回收好势，10月10日进行回报检验的结果，若确认有合格，才通搁再卖。另外，食品药物管理署嘛提醒讲，有在食染塔这种成分胃药的民众，唔通伤过烦恼，紧去甲先生咨询，选其他药来代替。今仔日是9月21日，921地动已经过20天啊。不过，这天嘛是咱台湾人的噩梦。为着莫阁有安尼悲剧来发生，内政部的消防署伫南投的消防训练中心进行大规模的地动灾害演练，加用临级救灾应变的敏感度。另外，昨下晡9点21分，嘛有发布地动通报，予咱全国的民众。救援人员为爬楼悬慢慢降落来，也有救援人员为另外一个角度带着救援犬进入灾害现场。救援犬一落地，马上听从指示，进入突击队搜救。搜救员主要就是用它与现场瓦砾造成一个大规模的坍塌，里面的人员不知道受困在何处。确认受困者为敌后，救援人员出动破坏机具，先将大型障碍物破坏，佮利用生命探测仪确认受困者的生命现象。这是模拟南投民宿倒去时的救援状况。
要去做搜索的话，我们会先请我们的空拍机，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科技救灾，会先请空拍机会去做大范围的搜索定位。完成之后，我们的人员会从我们的原来的既有道路会去做高空垂降的技术。那我们除了高空垂降技术之外，我们还会搭配我们的搜救犬。另外一边是模拟西北河溪水部长因将受困沙堡出动树林船救人，消防署伫国家防灾日动员将近1000人，伫南投举办大规模地动灾害演练以外，也伫早起9点21分针对全国发布地动速报测试。配合演习，全国电视频道也伫早起同步向全国民众播送蔡总统针对防灾讲话。我们会透过全面切换电视频道以及插播广播电台的机制，来发送紧急灾害讯息。91大地动20年，不只注重科技预警发布国家级警报，电视台临时地动顺势插播，各动员中央各地方，也要验证面对天灾时各种救灾调度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咱这粒地球涂骹海底照大片的岩石，岩石对岩石小可也是小井，就会变做断层。断层就是引起地动主要的原因。过去时有风声讲，嘉义真有可能会再发生大地动的梅山断层，咱民众是正注意。嘛有专家用土壤咸水的资料落去分析讲，梅山断层比咱按算的也搁较长。八基里老尾顶说明，中正大学地动所的副教授赵瑞轩当地咧说明梅山断层伊的倾向。伊表示，根据较早的资料配合土马分析，一般咱所知影的梅山断层可能唔敢若到民雄，应该向西延伸到新港附近。那从我们目前的资料呢，我们可以呢来推论说呢，它实际上它是有延伸到新港那个地区的，但是呢，它是在地底下呢至少3公里以下。赵瑞轩用石油探勘的技术测量民雄，也佮有新港地区土脉的状况，发现有部分土脉液化，一中正做一条一条安尼情形，这就代表这个区域接近断层，才会出现土脉内面的水分为较深的所在溢起来表面，所以认为梅山断层可能唔敢若到民雄车站。那它为什么会形成带状呢？那就应该是跟它的断层的形态有关了，因为在它靠近断层，所以它在1906年的时候呢。它呢地震的时候呢，产生的力量就比较大，让它的异化现象呢形成这个带状。针对我们的了解，梅山、民雄跟新港土壤异化是不存在的。那对于中正大学教授的研究方法为何？那我们也会再做一个了解。针对中正大学的研究，嘉义县政府也表示，地动所带来的灾害是无法度评估的，所以也会加强相关单位防灾的观念。同一个时阵，也会甲专家也有学者斗阵配合，做伙追踪断层的状况，也呼吁民众要有防灾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头先来看《苹果日报》，美国一个专门送货到厝的机构 FedEx， 唔那服务美国，嘛有在走国际。即马标讲一个技师顶礼拜伫中国放掠，理由是讲伊运送风的空气枪在用的，这种唔是金属的枪支。即马 FedEx 表示讲，这个技术已经互报出来，不过中国的刑事调查也未办好势，所以伊也无通离开中国。来看《自由时报》，台中市长办小团管制听证会，台湾电力公司指出讲，因为电都有够盈利，按18日开始已经在执行环保停机的这个新制度。台中火力电厂3号机拍头灯，按算会停止运转4天半。高雄兴达电厂嘛有机组按算伫昨开始执行新的措施。上尾来看《联合报》。台东达人乡的蓝田海坪，昨有一个民众在捡当地正出名的蓝田石头的时，才发现讲有一块一块海洛因的这个砖仔，警察甲海巡署随到现场调查，查到32块海洛因砖仔，拢总13公斤，按算有正亿的价值。目前警察当地追查这个毒品是按倒位来的。所罗门才甲咱断交，基里巴斯昨煞宣布讲，嘛要甲咱断交。5天内，咱就算断2个邦交国。总统蔡英文批评，这是中国要影响咱台湾选举的步数，民众就唔通受影响。基里巴斯甲咱断交，我对中国迄边去，安尼等于是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学者分析讲，中国直直对南太平洋出手，是要打击美国甲澳洲合作，减少美国伫亚洲甲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基里巴斯共和国政府自本日正式通知我方，与我国断绝外交关系，对基国政府不顾多年来中华民国台湾政府的多方协助与情谊，我方自感遗憾。伫咧所罗门了，南太平洋友邦基里巴斯也宣布甲咱断交，转向中国。中国伫一礼拜内连续提走咱的2个友邦，基里巴斯伫日前才参加联署，伫联合国要挺台湾，即马突然间宣布甲咱断交，原因就是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向咱国要讨钱买民航客机，咱无答应。中国政府已承诺提供赠款，供基国采购多架民航机与商用渡轮等，诱使基国外交转向恶霸式的压迫啊，不但不会让台湾人放弃坚持。那我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同胞，我们如果在这里选择放弃坚持的话，那我们世世代代的台湾人就不会有主权，不会有自由。中国孤立台湾的外交关系企图正明显。中国外交部也侮辱基里巴斯政府承认一中原则。中方对基里巴斯政府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表示高度赞赏。中国打压台湾的外交动作真多，学者分析对2020总统大选影响不大，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伫咧10月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面临党内挑战，也需要为连任布局。如果他能够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建树的话，特别是如果台湾的统一是变成不可逆的话，那么当然他在2022年他要继续留任的话，那么人家就很难对他形成质疑或甚至于挑战。专家分析，中国锁定南太区域更加是注重伫咧地缘战略，比欧洲的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国家上传出邦交可能相当的土瓦路，拢是伫咧第2岛链的重要位置。未来中国若伫这寡所在部署军事设施，上直接冲击的就是美俄同盟关系。所谓的南洋战争，这个海权的争夺，第2岛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基里巴斯离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夏威夷差不多2000多公里。专家讲，若是基里巴斯愿意和中国做军事部署，夏威夷恐惊会直接面临威胁。这个动作也是想要减弱美国伫咧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其他的消息，过来专门在接待中国游客旅游公司博迪利，因为中国即马限制游客来台湾佚佗，这块起草是消防小禁险。地属博迪利公司按算甲100外的人死头路，伊嘛表示讲，目前公司正在转型。受到中国客来台湾禁令的影响，博迪利公司宣布旗下购物店会分别和高雄、台东同业甲店价卖产品，所以租赁高雄甲台东114名员工。博迪利表示，公司当积极转型，和大型的商场聚集，计划要开卖餐饮的店中店，部分员工会转去新的事业体，但是用处并不顺利，不得已才缩编。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希望说我们转型之后，能够把这些员工再找回来，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一起打拼起来的好伙伴、好员工。对于这一点，我们感到相当的不舍，那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个做法，因为只有断尾才能求生。博迪利旗下专门接待中国客的购物店和旅行社，3天前碰到头一间中国客缩减，就减少营业据点。前几天就敢若剩高雄珠宝店、甲台东的宣蚵店。今年初中国客市场回温，1月有18万名中国客来台湾，了后平均逐个月拢超过20万人次。公司迄日豆豆回稳，想要到中国8月开始停发签证，下半年来台湾的人数减真济。旅行工会表示，中国客无要来的效应，搁伫咧继续发酵，有了12月开始。也是旅游业的寒冬。12月、1月会是个低点，因为现在的国旅12月、1月版就是常态性的低点，那加上选举之前，现在比较难撑过的可能是12月跟1月这样。对。工会表示，业界大部分拢有心理准备，旅行社目前靠国土补助在动，也未出现营运的问题。但是12月到1月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希望政府积极开拓国外客源，将中国团的缺口补足。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热人淹水受到风台甲大水害的影响，产量是减不哩济。介绍按7月开始起，这一个起就开几若杯，互店头家是化工记载袂掉。不管是食肉丸，也是食肉羹，真侪民众总是袂使无这味淹水。大家拢认为特别的香气甲口感，会使让物件更加好吃。多一味会比较好吃，味道会比较鲜，就是比较香气会比较足啊。而且看起来会比较好吃一点。不过淹水的介绍为6月开始就一直咧起，6月初每公斤批发价上加伫咧30块左右，到7月底每公斤已经破100，9月初也搁捌破400块，9月中旬虽然介绍有较落，不过每公斤嘛是爱200块左右。线卖介绍每台斤爱170块，比猪肉介绍也搁较贵，真侪店家拢讲特别挡袂牢。1斤170啊，比猪肉较贵，人客要用吼，嘛是介绍要用。最主要原因就是落大雨，这蔬菜有这油菜类产品发做物件，伊嘛足惊水的。贵这上正上爱多伫个9月半以后，秋天进入秋天，北风来时吼，伊这个产量才会高。种淹水的农民表示，介绍会起上主要的原因，嘛是7、8月连续的大雨，所以互原本加水淹水产量大减少。但是小食业者唔敢甲成本反映伫咧介绍顶悬，敢会使家己吸收。农民表示，入秋了后雨水会减少，淹水的产量就会使慢慢啦稳定，介绍嘛会慢慢啦降落来。记者张华综合报道。真侪大学规定1年的国文课拢是必修。台湾师范大学拍算对109学年开始，甲1年的国文课改做思辨甲表达，希望学生透过思考甲讨论，唔通是干那读死册尔。学12档的国语国文课，拄则上大学就爱国必修国文。老师在问学生，希望课程安怎进行？我们最讨厌的上课方法是背书、考默写，还有新诗问答。大学1年的国文，唔是高中4年的国文，搁再加上大师大有6成的新生，学测国文摕到顶标。4堂前，学校甲国文老师讨论课程改革，用深度讨论作为教学方法。我们就是比较偏重于像课堂讨论，对，然后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心得。那最后期末的作业，老师有叫我们自己自创一份小说。他那时候有教我们怎么写履历。已经有老师调整，采取学生主动参与讨论思辨的教学，学生反应拢袂歹。最近学校建议，若是10月底教务会议通过，109学年度就将大学1年的必修国文改做是思辨和表达。要用什么东西来思辨，一定要先阅读。要阅读的文本呢，事实上是还是由老师跟学生这边来决定。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兴趣，但是如果你是激发我们的想法，我觉得会让我们更有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其实对于学生也会有挑战，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已经习惯于高中的一些思考方式或者是学习方式，那大学要让他去学习这一块，他反而会觉得比较困难一点。以阅读思辨口头表达做核心，大师大认为会当更加接近大学生的学术基本能力，嘛和108课纲强调的素养相结合。若是思辨和表达109学年实施，阁是全校共同必修。到时阵授课老师也是受过演习、了解深度教学法的国文系老师。记者综合报道。赤鸟仔伫咱的生活当中正接看到，不过最近几档赤鸟仔的数量是哪来哪少，就连甲赤鸟仔有亲情的关系，这个山赤鸟仔嘛放列做1级的保育类动物咯。伫咱人大的所在附近，定定会当看到赤鸟仔。不过最近几年，根据特生中心的调查，全台湾赤鸟仔比过去减少10%，尤其是北部地区减少40%。甲赤鸟仔共属的亲情山赤鸟仔，更加是强要绝种。10年前就已经被列做1级保育类动物。脸颊的黑斑麻雀有，山麻雀没有，以及那个白色的颈圈，山麻雀并没有。然后另外呢，山麻雀的颜色，大家会不会觉得比较鲜艳一点？它是比较鲜艳的栗红色。外景差无多，不过同款拢面临数量减少的命运。专家开始想办法替山赤鸟仔做收，互因伫咧4个到7个繁殖期会当顺利的探后一代。印象特别的是，无论是山林环境，或者是人真多真吵的庙头前，拢会当适应。他也不怕那个鞭炮声，他完全不怕。
那碧云寺这边它已经很习惯人类了，而且它也是会吃一些有一些人喂食鸟类的饲料，所以它会到地上来吃东西。山七鸟啊适应力正强，不过专家开了4年的时间，也是无法度让因的数量明显增加。目前全台湾山七鸟的数量无到1000只，所以只要观察到特殊现象，研究人员就正痛。母鸟比公鸟尽责非常多，因为母鸟在外面等了非常久。公鸟刚刚一下子喂完就走了，那母鸟在外面停了很久，因为它主要是在看外面有没有天敌，有没有其他可能会威胁到它幼鸟的那个敌人在。先试过上，但确定安全，鸟母才会入去饲囡仔。专家学者也唔知影山七鸟啊大量消失的原因，不过伫咧保育的过程中，也提醒人类爱重视每一个物种伫台湾生存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那是咱台湾的七鸟仔减少，伫外国嘛有相像的情形。伫上新的科学期刊内底有文章写着，讲伫美国甲加拿大的鸟仔数量伫这50冬减少要29%，大约是30亿只，可能是农药甲人类来破坏因的生态地。未来这个鸟仔阁爱面对阁较侪气候的变化。上新科学期刊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甲加拿大的鸟类数量为1970年到即马50年来减少29%，相当将近30亿只，显示全球出现生态危机。What we found was staggering. It was depressing that there was a decline in over 29% of birds, 3 billion birds lost over those 50 years. 这数量减少的鸟类当中，有90%分别属于12个鸟类家族，大部分是常常看到的种类，亲像雀鸟、鹰、鹰类、乌鸟甲尾白鸟。What we think is going on, we think the primary cause of most of these declines is habitat loss. One only needs to fly, up in an airplane and look down at the landscape and see that humans have completely manipulated the landscape. 马拉讲尽管情况严重，不过一般人也先伫生活中尽一份心力，帮助阻止鸟类继续减少。Make sure you keep your own cat indoors. Plant native plants over non-native plants. This supports a really rich insect base that birds depend on to live. We have to protect our air. We have to protect our water, our streams. 这份研究指出，尽管气候变迁不是这摆观察鸟类减少的主要因素，不过气候变迁有可能在未来更加严重威胁鸟类的生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搁再爆出枪击事件，这边是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拜四暗时10点外，拢总2站造成2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第一站枪击案就发生伫离北港敢若3公里远的所在，枪击事件造成6个人着枪，其中1个人伤势上过严重，救袂转来。差半点钟过，华盛顿东北区阁发生另外一站枪击案，3个人着枪，其中1个人死亡。来讲宋江镇，宋江镇拢是男性落去人的较济，毋过伫台南柳营有一阵社区妈妈做女性的宋江镇，因手里提武器是用较轻的塑胶做的，人起来真有班，是要适合查甫人哦。赵定兴夜到人穿，这阵穿粉红色衫的专女性宋江镇拢有发度。这个特殊的镇头是由台南柳营树林社区的妈妈教室所组成的。较早社区有宋江镇，后来登去。3年前，这阵妈妈佮为社区组织团女秀镇。想说以前说，我们在士林社区，士林里有一个宋江镇，所以我们就来帮他把它传承。特色就是我们没有女生的宋江镇，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就组合一个女生的宋江镇。这阵社区妈妈用暗时用的时间，对教练学要安怎走阵型，也有各种操练兵器的动作。考虑到妈妈平常时做工课整理厝内辛苦，因所举的兵器嘛是特别设计，用塑胶来代替较重的茶，可以当人家较轻松。啊，像会做囡仔咧练，含10个练，敢有差别？袂啦，因这足力足勤啦。美角是安尼啦，做囡仔美角是摕较袂出来，因为因咧用是有限啦。太重嘛因为他们要简单一点，那个塑胶管啊，
塑彩色一下，就用环保迄个物件，就做边边的。这顶全铝性的送钢钉的号名叫做铝铀钉，就是因为英国流传电信港的军队有28个生锈，当初来到柳营的，就是其中的铝铀钉。有人讲是查某营，用这个名来纪念这段历史。粉红色的送钢钉虽然无像一般的送钢钉气势威严，也毋过铝铀钉创造家己的风格，用女性的力量，让艺钉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东部这边面上低23度，上悬30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